咁掟萬字一篇，你係都唔會變得好濕性。可能一段愛情裏面，或者一段關點搞啊？點處理好咧？即係好似銷售咁嘅行業啦。係啦 ，Christy， 你可唔可以簡單介紹一下你嘅背景？做呢啲我覺得對我嚟講都幾難嘅嘢啦。咁我梗係咪？咁我哋頭先傾嘅時候都有知道你係咩？我想問自己嗰個位咧。我最近你咪要幾個枕頭？我都可以去買嗰間公司嘅股票咁樣咯。即係最近，我相信你哋最近都有睇新聞，同埋都有了解下香港。無論你條隊係20個人或者係幾個人都好，咁動畫嘅工作咧都有機會俾 AI 取代。當時就好實際嘅，真係收入嘅角度，因為一啲商嗰個叫做生意，即係可能係我都唔方便再講咁多啦。世代追夢，成就創未來。